在第14架线清境农场往武岭镇的所在，昨昏是常常发生崩山，规个车路全咧袂通，上山甲落山拢总大塞车。公路总局是赶紧派大型的机具，在昨昏下晡3点半，甲路拍互通，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行。古南镇老关的土石直接对山壁崩落来，大路规拢无倒过。第14架线18.7公里的所在，初二早起发生崩山情形，旧路山双向交通拢中断，因为崩落的所在就是对清境农场要去合欢山武岭亭的路段。大雨拄着歇热头一摆啦，真侪人上山要去佚佗的计划也被迫来改期。我在告示牌里面看到，今天合欢山18K 的地方有塌方，那个落石塌方了，哇，影响我的整个行程，还可能下一次再来了。南投警方讲，礼拜发生崩山情形，互上山落山游客拢真无方便，加在无人因此受伤。第一时间也甲吹风到昆阳的路段甲封起来。花莲警方是伫合欢山游客中心周边疏导车流，不过因为假日山顶人车多，交通是大拍夹。因道路塌方落石，暂时中断。埔里公路段已派遣机具前来抢通，派遣空拍机勘查。本次边坡坍方范围高度约37公尺，宽度约15公尺，坍方数量为500立方公尺。研判为近日午后山区强降雨，导致边坡含水量饱和，造成坍方。本段将立即进场办理抢修作业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。埔里工务段除了赶紧派大型的机具上山来抢通，也协调警方发控泉水，也有饼予等待落山的民众。落石阻断这段路大约是15公尺，加在崩落范围并无扩大。礼拜下晡3点半已经先初步抢通，并且由工务段人员伫现场来解护，互民众甲车辆顺利落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